東九龍綠色智慧集體運輸系統目標今年年中招標，出年批出合約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喺網誌話，已經擬定咗項目財務安排，會適時公布詳情。陳美寶早前實地視察東九龍線走線，佢話會喺標書評審機制，鼓勵投標者加快甚至盡早分段完成項目，同埋保留延伸系統嘅可能性。另一方面，政府計劃立法制定框架，規管新型智慧集體運輸系統。陳美寶強調，主體法例規管各種系統嘅共通事項，涵蓋服務表現、安全同系統穩定性等，同時保留彈性制定附屬法例同專營權條款等，俾政府針對性為項目週期唔同階段訂立適用嘅監管要求，俾唔同系統項目所需嘅軟硬件都可以喺最短時間內到位。